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我来甲大家拍一招呼。嗨，大家好哦，阿弟你好，我是雪红。这个嘛是雪红。无名好改，我当要改啥？你甲我讲。我是阿迪，甲大家拍一招呼吼。咱今日共款要今日是即个台语话故事的第60集。我拢毋知呢，我敢若讲我做着好。我有伫算不要紧。第60集共款要来讲故事啦，咱无做啥物特别节目啦，大家要做特别节目就忝无 special 啦，无 special。好咧，当然要讲故事之前，咱共款的有一寡，比如讲顶届的补充说明啦，等等因为咱顶届。其实毋是顶届，这是搁较早一丝丝时间录的，就是咱伫做这个台语俗谚的时阵，咱有讨论到甲健身有关的话题，有关的即个话题，讲你运动、体能训练、重量训练，讲你的即个讲运动了，行路啦，啥有感觉筋肉会酸痛伊咱腔讲酸啦，酸痛安尼会酸痛，我都简单讲过，就是讲有当时有即个磷酸乳酸的堆积啊，累积起来。到尾都有咱的即个听友特别老话甲我纠正讲是因为一个即个健身的频道，先说明一下，咱毋是健身的频道，毋通误会。无啦，毋是啦。这是讲故事的频道其实伊讲即个讲法当然无介正确啦，当然讲实在，我伫讲时我本来就知影毕竟毋管安怎讲，虽然咱毋是健身的频道，但是我嘛运动有一段时间总是会小可去了解一下。这是要分享互人听。这是为着要简单讲过，我频道佫解说较济，所以我才会向讲即个磷酸堆积因为。即个运动了的筋肉酸痛，其实的原因真济。我若一解说，可能就较长。时阵因为佫伫广告，毋是广告书啦，当伫开讲，无希望讲主题走去。人朋友甲你听个真详细，表示讲伊真正有认真听，真好。讲好啦，我后一集较注意者，会甲大家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讲到即个运动了的筋肉酸痛到底是啥物但是再次嘛是要甲大家提醒一下阮即个阿弟来开讲毋是一个开讲的频道，亚特聊聊天，顺连是话故事台语话，台语话故事，毋是即个运动的频道，不是健身房啦，我嘛毋是健身的教练请大家毋通来误会，只不过是。拄阮有兴趣，讲到即个话题，伊顶届我实在是频道解说伤济，所以我就直接安尼讲磷酸的堆积，但是其实磷酸堆积是较短期的，咱若定定有真正式咧认真运动了，是毋是？迄酸痛是2工3工搁较久嘛有拄着便所也是要坐落来都遮酸遐酸哀叫都。其实即款的即个酸痛一顶当做酸痛即款的现象。伫咧即个运动或者是科学上做即个延迟性的筋肉酸痛，华语叫做延迟性肌肉酸痛，这就是即个伊的真正的名称啦伊即个酸痛定定就是发生讲你人做一寡特别需要用力的运动，像咱讲的重量训练重量训练定定就讲比如说爱扛重啦，你规身躯的筋肉因为有重量的关系。第二个就是你无接做的运动，但毋是讲一定干那重量训练对哦。
即款的金马生态其实会定定发生伫任何训练了拢会，主要就是讲，你金马会牵慢着的时阵，伸揪，人伫运动其实是靠着金马的伸甲揪这两个动作去影响去动作的。做即个动作的时吼，对，你嘛就会发生。比如讲，咱手骨上凹，手骨上凹就是讲，比如讲我手肘上凹啦，手骨上凹时，其实就是你的即个筋马，你手骨的手部的即个筋马，你揪做伙啊，所以才会甲你手揪入来，即个感觉吼。这伸揪其实是款叫做离心运动，离心运动，做离心运动就是伸揪安尼。那像即款筋马，哪物爱伸，哪物爱揪吼，即款的动作拢是包含着，比如讲你若爬山。你上山落山啦，尤其有当时落山讲特别忝有上山顶到佫无遐忝的感觉，佮落楼梯啦，落楼梯因为吼，你拢爱用楼梯，佮迄落脚头有诶力。有当时是有冲击着啦，但是咱主要是伫讲筋肉本身，像即款的即酸痛吼，尤其是伫咧一寡主要咱会用到的筋肉病，比如讲对讲手骨即个所在是手肚吼，就是上臂啦，手肘上臂。还有你的大腿啊，外口这个所在嘛，小腿啦，定定拢有即个情形吼，都是共款。那伊的即个酸痛的原因，其实讲实在诚济，对啦，毋是讲干那一个原因尔。那咱只是讲咱拄仔伫讲到即个磷酸堆积，这是较短期的，可能1-2点钟内目前的研究啦，较短期内就会解决啦，伊就会消散啦。是啊，咱后壁佫会安尼顺遐久吼，算遐久，迄个感觉其实是其他的原因来。真济无共的原因造成的啦。那目前的研究真济包含着讲，即个筋肉内底真济说纤维，其实人的筋肉是咱先讲筋嘛，定讲即条筋关着有无？其实筋真矮，咱定讲才有一条筋，咱是用条去算的，毋是一块，对无？其实因为咱自较早就知影讲，人的筋肉其实是内底是一条一条、一束一束，所以内底即个卵白质筋肉，即一束一束的内底的卵白质有受损，小可受损或者是咱的即个筋肉的膜，筋肉外口佫一个膜，即个膜受磨啦，一个膜即个嘛有可能受损，等等就是咱的筋肉，因为伫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比如讲尤其重量训练，或者咱拄仔讲的爬山啦、落架、爬架啦，拢共款。你的即个筋肉伫咧伸揪的过程当中，来用较济、用较大，或者是久无运动，伊迄身体运用的时阵较容易受损。即个受损其实毋是歹代志，因为伊短期内会经会到复原，复原了伊会佫较勇健，会佫较大，会等讲增生精神会变佫较济。运动煞会感觉有伊所在好处。对，所以有人讲有个人马数足济有无？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你定伫运动，你的筋肉伫受损的过程中，对迄个所在训练啊。对，就是要修复，互伊受损了才会修复。愈修复，咱讲拍断手骨颠倒用迄个感觉。你我毋知你甲讲我等。免讲长，但是轻微的一丝款受伤，用伫即个筋肉身上，对筋肉是好代志。对，你毋通真正去拍断你家己手骨。颠倒用。但是确实轻微的一丝受伤，对即个筋肉颠倒是好代志，伊就会。有佫较济即个去补充，互伊保护完，保护佫较饱，去应付你后壁。因为你身体会知影讲，我遮需要佫较济的应对，我遮用量济，伊就囥佫较济资源伫内底，迄个感觉，你大脑就甲伊讲即件代志。对嘛，一寡是因为你筋肉受损了，产生即个炎症，发炎啦，咱讲发炎系炎症，毋是癌症发炎炎症发炎的即个反应，这嘛加减造成你的即个，讲甲酸、遐酸，这拢是。几个可能的原因其实诚济做延迟性酸痛，连致性即个筋肉酸痛，这是正常的啦。那你若希望讲即个酸痛会使较紧好，莫讲大概拢遮济工，安尼就有问题咯。第一就是你若定固定伫运动了后，你的身体会适应，你的即个筋肉会知影即个情形，伊家己恢复了紧嘛，较无较熬酸痛。对啦。像我定伫做，比如我顶半身较接训练，因为下半身有点机器需要，无一定用会着。顶半身若较接训练时，比如我伫做顶半身，真少会感觉酸痛。我基本上就是可能当下小可酸，过工就拢无代志啊。但大腿，比如咱深裤，咱之前讲着深裤，可能无法度讲逐工做。反正我一礼拜做2届3届，我一般做了，过工迄2工
啊，迄2工真正会惊到会错啊，区变数的时候，你就家己知影。所以袂使变断啦。嘿，对对对，尽量啦，你就讲互你的筋肉惯习了小解，袂堪你接落，啊，你就一工小互袂去做一事啊，做一事啊，对对对，就有成绩啊。嘿嘿，伊摄即落来，伊其实家己都会有感受，你都会感觉讲，敢若愈来愈袂有即个情形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运动了，其实会使食一寡物件，帮助伊加速修复，吼，互伊较紧修复。比如讲，你毋通讲运动了就开始去食去吃到饱，食个饱食烫，嘿，毋是即款诶，嘿，毋是款诶。食一寡补充蛋白质，甲即个碳水、碳水，吼，碳水化合物就是即个华语伫讲碳水化合物，就是好诶淀粉，吼，好诶粉类，比如讲番薯是较好诶物件。毋好讲做我做好啊，甲复制食甲饱诶餐无。莫去食啥物鸡卵糕，迄嘛拢无适合吼。金蕉或者是即个番薯，即2个拣一个就好。过来，凡说一杯仔牛奶，嘿，一杯仔牛奶，或者豆奶，还是一粒奶，吼，卵拢会使吼。咱比如便利商店有茶叶蛋，你家己无准备，便利商店拢有吼，便利商店拢买会着。一丝吼，就是一个卵，就是蛋白质，佮补充一丝即个碳水化合物，吼，就是毋管你要拣金蕉还是拣即个番薯拢会使，即2项拢可以，吼，就是补充一个你的身体即个恢复受伤，你手筋肉受伤所在，嘿，伊咧修复的时阵就较紧。吼，就大概是即个方式，嘛，趁即个机会，甲大家补充一下。哦，啊，你即个甲咱提供意见甲纠正的即位听友，吼，你好好听清楚。我甲你补充啊，吼，我当然若有其他即个搁较济资料，或者是你即部分有搁较济即个想法，希望讲阮伫节目内底会使甲大家补充，或者是你有一寡运动的心得嘛是可以啦，吼。会使敢分享，咱嘛有即个机会嘛会使好好互大家了解一下吼。除了听故事以外，有一寡知识嘛袂歹，交换知识啦，嘿嘿，大家互相交流啦，吼，当然罔讲生笑啦，对啦，就是因为有好好听，毋则知影我遮有跳过人过，简单讲过，讲安尼袂使吼，嘛真感谢伊啦，讲实在吼。嘿，好，咱嘛差不多爱来进入咱的正题啊，我是解说10分钟。所以我毋知讲我顶解是安那，敢若讲人生我都带过跳过人过，就是因为我一讲会讲伤长啦。后壁就进行但表示我的诚意吼，即摆我专工头前就留即个时间互伊安尼吼。我来讲咱正式故事吼，咱之前捌讲过即个。捌讲过一个故事啦，叫做全台唯一鸟神将军庙，会记得无？吼，即个故事嘛真趣味。伫咧宜兰头城，我嘛亲身去遐去看过。算讲是台湾的即个动物神、动物神嘿，内底真特别，因为伊本身鸟神是唯一，就敢若遮有尔吼。而且庙伊本身嘛经过变化嘛，还会记得原本伫咧即个福德坑天神宫，去用烧去了后咧，即个鸟神的神像吼、神像、神尊拢会使煞来到失踪去啊！一直过了26年，到了即个1901年明治34年的时阵，一摆即个风台过境大水当中山洪爆发。风台过后，有人伫咧流经即个福德坑的溪尾，发现即个神像，有人则一看讲，这敢毋是天神宫迄个神明吼，就是鸟神，甲知影的嘛吼。因此就伫当年改伫咧现在头城的即个新兴路起了一间庙哦。一般若动物做神做仙，咱总是讲叫伊什么动物嘛，怪怪后壁拢会加一个尊称。将军嘛。是，所以咱即间庙咱叫做将军庙，即位鸟神就是将军爷嘛。当时咱是有讲到即个故事，即个故事当时分做2集来讲当然内底嘛补充一寡甲台语内底有关系，甲鸟仔有关系的事吼。伊或者是甲鸟还是麻有当即字嘛念做麻吼，即字有关系的代志吼。若是咱的新的朋友无听过。欢迎吼！你即集听了后吼，翻头、挖头，搁去找这2集出来听安尼。咱家己即个频道的工商服务结束啦，即个讲是工商服务，咱家己的频道。讲到咱即边要讲的吼，当然主要嘛是甲即个动物神有关系。我毋才讲起着即个鸟神将军庙。即边是啥物动物咧？就是即个猪娘乌皮夫人叫做乌皮夫人。猪娘娘。是猪娘娘，讲到猪，咱知影讲猪即字吼，其实无共腔口，有无共发音。有嘟，嘿，有嘟，搁有咧。猪，搁有无？
我知影即两种咧。主要3个腔口吼，上主要我漳腔讲猪，我即个台北迄就是东换泉腔讲猪，我鹿港迄就是艋舺迄边的三义泉腔泉府腔讲刀，刀甲猪是无共款的哦，差一点点。所以咱譬如讲那以漳腔的讲法，咱讲你去街市上买这个猪肉，你去鸡市买猪吧。漳腔我漳腔的讲法讲，你去鸡市买猪吧。咱讲漳腔就是较我记咱讲法，你去鸡市买猪吧。你若是东换腔、台北泉腔的讲法变，你去鸡市买猪吧。你听着，连鸡市也是变鸡市哦，吼，是饲鸡，吼，你讲饲鸡，咱讲饲鸡，讲饲鸡，毋是饲鸡啦，吼，就市街或街市拢会使，这两个词拢有。你去饲鸡买猪吧，你若是鹿港泉腔，或者是三义腔泉府腔。你去鸡市买猪吧，而且伊腔甲咧音管嘛无啥共款。叫陈随意来讲的。鹿港人可能好多讲会出即个字，你去鸡市买猪吧，大概即个感觉啦。因为若模仿了无够准确，即个若会晓鹿港腔的朋友会使留诶互我，就是你录音，我替你放出来，互大家感觉一下安尼。好啦，咱看伤远起来，主要毋是要讲腔口的故事，讲咱故事本身啦。即个故事是发生伫咧嘉义猪娘娘的故事，是伫嘉义的即个东石乡是咱的讲法啦，遐应该是东石乡啦，乡啦，东石乡啊，东石乡外海边啊。过去伫咧清国时期咧，东石即个所在咧有一个部分啊，叫做蛤蟆寮。蛤蟆就是咱讲你食迄个蛤蟆，咱煮汤的蛤蟆，咱煮汤来啉吼，来食，用菜嘛会使，蛤蜊。蛤蟆寮伫倒位咧？伊伫咧搭的即个港口村哇五股村即个所在，五股即个字较歹写，不是五谷，伊毋是台北迄个五股吼，五就是咱进前捌讲开青点斗独占鳌条，其实鳌即个字平常时其实无念鳌啦，伊正式的念的即个念法念做吴，就敢若姓吴迄个吴共款吴吼，只是讲因为。即个字平常时无伫用，那像布袋戏啦、歌戏啦，用到即个词的时阵，定定习惯念鳌条，即个腔口可能独占鳌条的意思。独占鳌条，因为我讲即个腔口念起来较顺势吼，较水气，所以顶边进前阮咧做七娘妈的时阵，咱就我念开青牙的物件时，我念的是独占鳌条，对，因为这是传名啦，咱就是维持正式的念法，做五股，比如即个字叫做鳌骨村，或者五股村，那即个所在佫一个五谷湿地，嘛较有名，做五股是即个南马地啦，这叫做南马地，就湿地的意思。我听即个名就知影讲，这是外海边啊啦，南马即个五股南马地就嘛是伫遮。过去可能当地人就是主要就靠海为生，遐附近有啥物顶七八川下七八庄顶七八庄下七八庄，七八就是藤湖。你知讲起拢是甲海边啊一寡蛤蟆啦，你讲的七八啦，即瞬间像阮讲做千川，就感觉啊，千川其实是汨罗，对啦，你讲七八，敢若有点印象。七八是藤湖，佫无啥共款，但是拢是海边啊的物件，无毋对，会使生啦，会使出来食安尼，就是靠，知影讲因是靠海为生，可能甲遮物件拢较有关系安尼。毋过咧，人嘛是会饲猪啦，加减总是会有。当有一口罩，咱暂请甲号一个姓啦，姓朱好啊，见饲猪就姓朱啊。其实正姓毋是姓即个姓啦，只是讲咱甲号一个，莫用真正人的本姓啦，安尼较无好吼。咱捌讲过讲，即个猪对人来讲是全身拢真有价值的动物。对，头到尾拢是迄落钱。比如讲啦，咱讲猪头、猪脑、猪心、猪耳、猪肝、腰子、猪头皮、猪耳仔、脆皮肉、六娘肉、夹心肉、三层肉、肉丝、前腿、后腿、骹包、腿裤、骹地、猪肚、生肠、侧肠、大肠、小肠、小肚、大油、娘脏油、二卵油、网西油，还佫有猪尾瘤。你本来是要讲做大肠够小肚呢？大肠够小肠还不都要啊？无啦，就是你知影讲猪头鸡尾，咱会使食的所在。拢价值。像即个有一款安尼，若伫食一寡小食店，一寡面点啊，伊还佫有一款物叫做天推。
天推就是这个猪的上颚，伊喙齿内底去演安尼，所以真侪无共款的物件啦。颚这个字华语台语内底嘛有，但是叫做颚，但是较歹念啦，这咱就无讲遐济。简单讲，猪啊，对这个养猪户饲猪的人来讲是真重要的财产，对无？你若较早捌饲过猪的人就知影，可能较有岁人会知影这个代志。同样对这个猪价，当讲这个猪价嘛是共款就毋茫讲看倒一工咯，这咱兜即只厝内即只猪某，通好加生几只猪仔囝，安尼源源不绝，毋才有钱通趁这最重要的。可能经验阁无啥够的款啦。其实伊的猪某最近已经有薪啊，伊煞无来察觉着，无注意着讲猪某有薪啊。无发觉讲伊有迄个猪有生囝。是，可能原本是有可能用拍种拍好啊，但是无注意，过来都无想遐济。有原是照平常时安尼伫甲饲，猪仔有心腹肚内，毋是一只两只尔咧，对无？猪仔一生足侪只吼，派遐尼侪只猪仔，你照平常时的食量，哪有可能够即只猪某食，对无？咱过去依然有即个东山河定定伫做大水嘛，伊就在地有一句话，咱在地有一句话讲。猪会上老家，老家其实就是厝尾顶即个花娘，是茶吐出来的所在。意思就是讲，东山河河边安尼一直伫做水，连猪都会晓爬去悬厝，会晓闪水，袂去互淹死啊！咱知讲猪是真巧，其实猪是真巧的动物咯。所以猪甲即只猪某嘛是共款啦。伊当时一只伫食，毋知偌济只爱补，对无？人讲一人食两人补，一猪食毋知偌济只猪爱补咧。暗时腹肚枵要怎创咧？所以伊翘翘猪煞袂晓。即个即溪无鱼别溪钓，规个庄头拢是我的猪槽。有一个即个便利商店的便利商店的即个咖啡的广告讲，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伊是规个庄头拢是我的猪槽，猪槽就饲猪的即个容器啦，放饲料的所在。放饲料的所在，伊爱食的。是。食若无通食，我煞袂晓搬墙出去讨趁，毋是出去讨食。搬墙过去就好啊嘛，巧可能这墙位也无悬啦，较早嘛袂想讲会走。迄个篱笆位无悬啦。所以讲即只猪某咧，就伫半暝啊，偷爬出猪条。想讲看倒位啊，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啦，食好甲对啦。伊就伫蛤蟆寮即个所在安尼乱说，哪讲哪行，讲知影？讲一般来讲，伫困的时阵就讲对无？有声啦，即个声，即个感觉。猪仔嘛是即个声嘛，猪仔时阵迄个片仔即个声。其实即个字有一个汉字，目前汉字伫咧教育部内底是写即个大汉的汉。但是当然汉在我来看啦，甲讲即字可能毋是完全同款嘿，但是主要就是互大家知影讲，至少你看字知影讲伊的意思就是片仔发出来即款声啦。但对我讲你要用单纯用拼音嘛可以，要用汉字也可以，反正就是讲的意思啦。伊就安哪过哪行，行到一片的菜园啊。咱讲菜园啊，困嘛要就是安尼猛行。这菜园啊，种什么菜咧？种猪菜，猪菜啥知影无？猪菜就是即马咱讲的番薯叶啦，地瓜叶，地瓜叶咱嘛无熟啊咧。较早是猪伫食，即马拢人伫食。其实因为你知影，咱讲即个所在主要是即个湿地，就是即个烂仔地，本来就较湿，土较湿，会使种的物件当然其实是有限，你就爱去考虑讲什么物件会使种，什么物件无一定适合。咱讲旱钱毋惊落土烂，只求积禾代代传，对无？过去有即款讲法。我会记我即个细汉时阵学校有写即个物件，教大家台语的部分。旱钱叶我会合作猪菜，自然除了过去甲摕来饲猪以外，当然猪本身嘛有兴食。伊若即拍死毋食物件，你饲嘛无爱嘛。嘿嘛，兴食可能嘛。我伫药啦，可能这菜园嘛，毋是讲干那种番薯叶啊，反正主要是当时是为着种番薯。但咱嘛知影讲，其实番薯品种真侪款，有诶是为着食叶啊，番薯叶啊，伊诶番薯本身无啥物好食，量嘛无大，可能较细粒嘛，无迄个通食诶部分。有诶是主要是要食番薯叶啊，可能较老，较无适合。有分啦。其实是有分，咱毋知伊到底是倒一款。问专门伫种诶啦。但主要就是讲这番薯园啊，真侪番薯叶啊，毋管咱广电馆总是有番薯叶啊，
啊，即只猪某咧看到规连片的番薯叶啊，通好食就烫海，吃到饱咧，食烫海。无第二句话自然是拼命推、拼命发、拼命吞、佮拼命xuất，对无？后头连续讲4个字拢甲食有关系，拢是狼吞虎咽迄个感觉，拼命推，拼命发，拼命吞，佮拼命xuất，所以这大家使去记落来啦。这几个字其实拢是讲腹肚枵啊，吼，拄看到遮济物件吼，拼命一直食一直食，就狼吞虎咽哦，咱讲啊，毋通安尼推啦，毋通安尼发啦，吼，你全部发落吼，拢安尼讲。安尼食伤紧无好啊。嘿，咱伫讲食其实有真济真济真特别的，遮用词用字安尼吼。总算互伊食到饱，你喏，伊就转去啊，爱困还是半暝啊走出来。就爱困。嘿，就搁转伊的低调迄困，真巧，搁会晓转低调，甲瞓觉共款。对啊，还袂转去。知影讲遐食好做轻课啦，吼，嘛是搁转去安尼。转去家己会收啦。嘿，家己会收啊。主人毋知影啊，半暝的代志，隔工照常嘛是安尼甲饲。当然到了半暝。即只猪某又个枵啊！对啊，伊内底遐济囝爱食，肚底遐济囡仔所以就无紧，咱无要紧，知影讲白费伫倒位，所以继续来去推，就安尼。第二工伊嘛是到了菜园啊。共款食甲爽，食甲饱，食甲欢喜，食甲真欢喜安尼吼。咱嘛知影讲动物伫食物件吼，有当时也无遐讲规矩啦，伊无可能摕刀啊，摕即个猪来慢慢仔吼，无遐斩济啦，反正欢喜就一直去咯。嘿，一定是安尼四界吞佮四界碰，吞甲碰拢是母甲安尼乱七八糟迄个感觉。就母甲即个规个园安尼哼哼嘻嘻，那宜兰讲欢欢喜喜，拢会安尼讲。荒荒废废，咱就汉字安尼。啦，意思讲就乱啊啦，拢很荒废的感觉。食饱咧，会个转去个低调。第二工照常安尼转去困啊。第三工再去菜园仔主人来巡伊的菜园仔。哇，看这边哦伊啊！既然是菜园仔主人，咱甲号一个姓吼，号做姓蔡吼，姓蔡嘛，菜园的主人姓蔡，共款拢毋是正姓啦，拢是凊彩号一个吼。即个蔡先生咧，就去巡菜园仔，想讲该来压水啊。一看菜园讲哪会变安尼？我惊一个，去甲规身躯拢伫蔡，真正姓蔡，规身躯拢伫蔡。想讲好啊，是想甲我的菜园仔母家呢，你都莫互我脏着，你知影？那我掠着你试看卖，足生气安尼。到了暗时第三工啊嘛，即只猪某又搁出来找食。当伊食甲长爽的时阵，即个菜园仔主人蔡先生咧出现咯，出现啊，手举猪头，哎哟喂呀，偷为后壁行过去，行我去。趁即只猪某当伫食，当伫认真用心拍拼命食的时阵，一个甲扑落去。哎哟喂！猪某死在当场。哎哟，安那遮凶哈！即只猪某死了是安那变成即个乌皮夫人猪娘咧？死了敢讲安尼就无代志啊？咱就歇困者，咱免到继续。好，来，咱倒来继续。咱当下讲到即个顶半段，咱讲即只猪某连续3工，去啊工去人个菜园仔偷食番薯叶啊，猪菜，到尾第三工暗时啊，煞拄着即个菜园仔的主人，毋知影煞来安尼来送命，都互即个菜园仔主人低头举起来，甲扑落真凶死在当场。哎哟，即只猪某死了后咧，即个姓蔡搁伫生气啦，而且一只遮大只嘛，毋知影要怎处理猪某嘛，所以规矩就先迄咧遐，莫插烟就对了。我这边先转厝内，隔工再来处理啦，隔工再来讲。隔工天光啊，猪某的主人爱来找，煞看无猪某啊，找无猪某，想只好四界去找。最后咧，找到即片番薯园，就想讲，我的猪某哪会死伫咧遮？真奇怪。佮较详细甲看一下，检查一下。伊的腹肚敢若有啥咧？敢若怪怪，伊就先想办法甲即个猪仔载转，甲猪某载转出来。出来了后咧，伊无看着讲有受伤吗？伊扑落去。知影死去受伤啊，但是毋知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嘛？到尾只是讲应该甲即个田的主人一定有关系。到尾载转了后咧，甲破腹一看讲。伊佫晓破腹。
切开啊，人猪就已经死啊，就不倒甲切开，发现讲内底竟然有12只，哎呦喂，特别出世的猪仔囝，弟弟无？当然，这猪仔囝嘛全部拢死啊啦，哎呦，这残忍！这个姓朱的人吼，这个猪仔的主人就想讲，哇，迄个姓蔡竟然遐尼凶，食伊几喙番薯叶啊尔，伊看伊当场真大概嘛咬会着啦，可能猪仔走出去食人的番薯叶啊。猪某你甲我拍死，连带佫害死12只猪仔囝。安尼吼，一尸几命呢？系啊，13条命咧吼，即个冤仇我无报，要哪会使？你真生气啊！嘛真拄好啦，听讲即个姓朱的吼，毋只是饲猪的尔，因兜组团事业，是会晓甲人画符啊，做法解运的。安尼啊？所以伊甲这12只猪仔囝先抬起来，过来甲猪某的头剁落来，浸伫咧尿内底尿液，尿内底7749工。咱定讲做法拢会讲7749工。这到底什么原因？后盖甲来找一个。你看人啦，往生咱过去嘛会做晚期，对无嘛是7749工。这有时间来使来去研究一下，应该有一寡民俗上面一寡想法的呢。为什么拢要7749工？对，先来7。安尼甲即个猪某头剁来了后咧，甲浸伫尿内底浸7749工了后，鼓起来，甲画符啊做法落酒掺，最后甲即个符啊咧搭伫咧猪头顶悬，则甲即粒猪头偷啊戴伫咧即姓蔡因兜附近，就是番薯园主人因兜附近。安尼即嘛冤仇结真亲猪头佫向着即个蔡家，因兜顶讲酒掺就是对因兜啦。咱定伫讲猪头其实有一句俗语，叫做再生一粒豆。安尼讲哈，再生一粒豆，较赢你死了拜猪头。较赢死后拜猪头。当然这是你讲友好时代啦。嘿啦，及时啦。但是这时阵拜猪头就无遐激调啊，这不是什么好代志啊！即款猪头台咧，对着恁兜安尼，佫是酒落过酒掺的吼。自此开始咧，即个蔡家怪事连连，家某夜啼，狗某乱吠，人人就出代志。安尼不厉害。拢有啊吼，而且另外因为是猪某嘛，所以因即个人厝饲的家某、狗某全部嘛拢出代志。最后咧，即个拍死猪某的即个姓蔡先生，煞咧得着怪病，就来往生啊。因为红落酒掺嘛，下符咒啊。死后即个姓蔡的魂魄咧来到阴司地府，来到阴司地府了后，想袂到煞伫遮拄着迄只猪某。猪某就对即个阎王来告状，两个拢来到地府啊嘛。伊就甲阎王讲：我怀胎12只猪仔囝，为要请囝出外来找食，谁知影只不过食伊一撮猪菜尔，伊煞一落手正拄正，害我一命呜呼死猪某，又搁死猪仔囝。我可怜的囡仔，我伊带甲陪我13条命，一命拄一命，伊就是怨气真重，怨念真重。有即个主人当初是甲画符啊，等于讲嘛有法律加持就对啊。毋过即个姓蔡嘛要申冤哦，伊就讲伊甲阎王讲啦，讲代志若你听我讲分明，我种番薯是为着要等修成，谁知迄天到田里去看，讲一片欢欢喜喜的情形，咱伊应该是讲欢欢喜喜啦，毋是伊咱人。咱我嘛爱靠这专家，甲我的产母甲安尼敢袂伤酷刑？迄暝互我掠着伊，过来伫遮车跋柄，我毋知会起一个心肝起一柄，力头无掠准，毋知无细字来出侥幸。我毋是我挑工要甲刣死啦，毋是故意要甲刣，我是要甲人家教死，但是我无挑工要甲刣死，无拄好。有当时向容易掠光掠袂准即个头啦，即个阎王听了双方的说明嘛，派出牛头、马面、文武、判官拢来做调查，来到阳间用干即个蛤仔料来调查，最后调查了咧，即个阎王就决议啦，讲这猪某虽是有错在先，蔡家也确实做事酷刑，这拢有毋对啦。恁两个拢有毋对。不过这嘛毋是干那讲双方的责任内底牵涉嘛真济，包含即个姓朱的即个主人，当初是嘛你无共饲好饱，而且你后壁佫做法讲嘛是算讲害死人命，你嘛有一分啦，真济问题。既是如此，使即个猪某乌灵旗一支，乌灵旗伫咧真济即个民间的传说内底定有讲，
即个厉鬼啦、冤鬼啦吼，若要报仇，你就要出伫即个乌灵旗，才有即个合法证明，就讲你会使来到阳间来作乱啦、来报仇啦吼，即款的。互你通行证就对了。但乌灵旗的故事本身嘛真复杂啦，吼，你其他频道嘛捌看过有介绍，大家有兴趣嘛使去找看觅。总共一句就是准你会使回到即个蛤蟆寮来报仇讨冤，自此即只猪某阴魂就回到阳间，四处伫咧作乱。好，顺便补充一下，一般来讲四处伫咧作乱，四处。四处就四处作乱，但是其实漳腔来讲，四处，但即个音当较少用啊，少部分老岁人个留就是气，真侪有甲伊的对应，像咱讲猪伫咧猪即个音伫咧台北漳腔念做嘟，共款，其实厝四处即个厝，或是四处作乱即个厝，伫咧漳腔、宜兰腔过去念做气。四气，你啊四气甲我作乱哦，甲我作对嘛，还有人伫讲，就老岁人安尼讲，那真少啊啦，调讲互大家了解一下，四气伫咧作乱。当时咧，即当时时无甲即个猪某饲饱，而且佫做法害人的即个主家主先生咧，同样嘛是报仇的对象，你嘛是有责任，对，就安尼毋若带家主家即两家伙安尼弄家散体，两家拢无好过啦。规个庄仔头嘛拢受到猪妖作祟的影响，就敢若咱之前讲即个鸟神将军庙，牛仔皇害四方苦毒死了，规个庄仔头嘛拢出代志，拢袂平安，袂顺遂。免咱受到即个影响，譬如讲修成土豆一拍开。古仔即个土豆壳内底煞无土豆仁，就讲可能猪仔隔空个食了啊，真厉害发威安尼。正含钱毋补眼，鸡毋啼狗毋吠吼，会使讲是规个庄仔头呢。规庄仔头是阴风惨惨，死气沉沉，大家拢感觉真恐怖就对啊。后来咧，村民就想讲，当毋知是发生什么代志吼，那会变安尼吼。毋过咧继续安尼落去，总毋是办法啦。所以就去到蛤蟆寮的即个港口宫妈祖庙，要请妈祖出来斗相。我现真侪物件，真侪代志，最后拢找妈祖，妈祖关真快。因为即个大慈大悲啦，所以去祈求妈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以其实即个妈祖咧，拄开始就知影即件代志啊，看在眼内。看在即个因为阎王当初是已经发了即个乌灵旗啊，暂且先看办事，歹势讲人阎王就讲到答应啊，我就无随出手。按下看恁安那母，我就无随要出手啦。后来看到猪某正咧愈母愈严重，就决定出手来甲苦劝一下。所以即个猪某咧，后来就看在是妈祖出面，咱总是爱遵看到妈祖的面子啦，妈祖面子大嘛，而且家己该报仇也报仇啊，差不多啊，也就接受妈祖的即个劝说。讲即个字劝说劝，咱拄则讲苦劝，这是白话音，叫做劝。那动用即个字劝说的劝。伫咧即个文言音或者劝，所以劝说这是较文言的讲法，咱就讲劝说。那苦劝，咱一般苦劝别人，咱讲苦劝。那是宜兰腔苦劝，苦劝对。漳腔宜兰漳腔的讲法，咱讲，你小可劝一个啦，就是苦劝一个，咱讲，所以即个字就有三个基本的念法：苦劝、苦劝。劝说，拢无啥共款。用的所在嘛，无共。文言白话拢是较无共款。所以即个猪某咧就缴回即个乌灵旗，因为我证明爱缴回去啊。但嘛讲好条件啦，讲要求村民爱甲供奉起来，甲踩起来。所以讲妈祖就来甲村民就指示讲，踩伫咧即个蛤蟆寮的武圣爷庙。武圣爷庙其实即个拜的是明朝的即个明太祖啦，就是即个朱洪武朱元璋伊的部将。叫做上虞村、长峪村一个真出名的部将。上虞长峪村，上虞村，上虞村，上虞村嘿，对，就是即间庙甲菜做伙，
或者即个甲封做即个猪娘娘，哦，猪娘娘，嘿，猪娘娘，迄只乌皮夫人。所以咱就知影讲，伊本正应该是乌毛猪啦，乌毛即马较介绍较好。咱常常讲爱食黑毛猪、乌毛猪，讲口感较 Q。像我拄仔咱开录之前，伫甲你讲即个猪公肉的代志，我分着一块4公斤外的猪肉，爱甲你处理的真忝。我可能今日我若有时间去食明仔，我可能会小写一个，甲即个物件有关系，就是猪肉的一寡处理啦，台语内底一寡词，安尼真趣味的物件。其实即间庙啊，拄开始细间仔尔，算讲土角厝的野尔，挡无偌久啦，因为如果海边啊，你搁做土角厝，其实挡无久。嘛，中心保养过落改，后来即个改建变成铁厝啊。其实以呾来讲嘛，无算讲介大间，但是变成2间啦，就是武圣爷庙甲猪娘娘庙就是采做伙2间庙合做伙，但是是2个独立的，只是讲坑做伙安尼啦。所以即个你若有机会去遐就看会到安尼。若逐年的即个旧历4月20，是即个猪娘娘圣诞。我嘛毋知是安怎知影即个猪娘娘是4月20出世的。4月20，我嘛无了解出生。附近则有3个庄头包含着咱拄则讲的港口、港口村，即个五股、鳌骨，咱拄仔讲的鳌骨湿地迄个鳌骨，还佫有即个溪仔的庄溪仔下，这是即个庄仔名过去的一个庄仔名。这附近拢会来拜拜，连牵线去嘉义市大即个主教后台，共款咱讲主毋是正式啦主教后台买转来遮拜这变成讲，因为主教就是猪母当初是主人嘛这拢来遮拜。所以大家以后若真有机会去到即个嘉义东石，去庙里看看，而且你会看到一块牌啊，即个牌啊顶悬就写乌皮将军、乌皮夫人神位啦，就是伊的即个神主牌的意思啦。即个将军呢，听讲就是当年啦，即个猪母腹肚内底即个囡仔，公的就将军啦，某的就甲因老母共款，因老母共款号做夫人啦。将军甲夫人，乌皮拢是乌毛猪啦。当然你若要拜去拜，比如讲你若即个圣诞先生，莫去摕猪肉去拜，真巧无错。摕伊的肉去拜，伊无感觉足奇怪。拜咱会穿3星嘛，即个时阵千万毋通放猪肉。你拜啥拢好，毋通放猪肉。拜一寡番薯叶啦、甜的物件啦、四手拢无要紧。番薯叶差一半。迄较实在。毋通拜猪肉，千万毋通。番薯叶啦，地瓜啦，番薯啦。像遮伊拢会介意的物件，这都无问题你讲啊无？即个猪仔生正佮成仙的即个故事其实感觉甲咱之前拄则讲的即个鸟神将军庙有像无？有类似类似。我伫想啦，有当时是毋是讲人对自然环境啊，或者是一寡动物所做的行为，咱有当时嘛会良心不安。互咱食迄个动物啦，做遮济物件开发啦，等等甲拄着一寡即个天灾人祸，拢甲绑做伙才会出现真侪即个所谓的即个动物神，或者自然神咱讲石头嘛，石头公、大树公啥物拢有安尼。当然这嘛甲咱的信仰是即个万物有灵即个观念是有关系啦。我想所以若要讲即个乌皮夫人、猪娘娘甲鸟神将军也有啥无共款的所在咧？主要就是猪娘娘的庙，毋是讲像咱鸟神敢若一位尔其实像伫咧台南北门区即个定海将军庙，也有拜猪娘娘，应该是甲请过去，还是安怎？无共故事安尼但是故事大概也差不多意思，反正拢是猪母有心啦但是甲把死去安尼嘛是一定是拢互拍死了后就作祟啊，神明出面来调停大概拢是即款的故事安尼。其实我对即个猪母娘娘拢踩伫咧海边徛庙即件代志，我有一寡家己的推断啦。毋过这又个落长甲包含族群的变化啦，等等拢有关系，就想啥以后再讲。咱遮就无搁加讲安尼只是讲爱补充一点啦，就是其实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即个猪娘娘庙，咱都讲东石即个家己东石的猪娘娘庙，伊的即个庙公或者谢国祥伊的讲法内底，即只猪母原先是一个即个番薯园，即个带线是甲修理，本来是要甲修理一个尔
我无小心去拍到的猪片仔吼，导致伊煞来死去啦吼，所以伊的落到阴死地府的时阵，人是甲阎王讲，我毋是超工要甲拍着，我哪去拍着伊的这猪片仔，炸了无拄好啦。是讲我家己是咧想讲，毋捌听过讲拍着猪片仔猪就会死啦，是无听过即个故事，听起来啊怪怪。毋得对啊，你敢若无拄好。所以因为咱要讲故事，但是你内底我会做一撮改编咯，吼，可能佫较有即个戏剧性，较有故事性，佫较趣味吼，就即个需要去做一寡调整，无一定甲因官方的讲法有完全共款，即嘛互大家了解一下，我做一寡改编吼，互咱的听友知影安尼。咱写小说共款，一定会原文，然后你就会甲伊加足侪有诶无诶，安尼才有法度一篇出来。啊，才有即个故事性，才会好看，市精彩趣味嘛，吼，内底掺真侪有诶无诶对话啦、词啦、号名啦，吼，总是。无即款叫做故事啊。对，做话故事嘛，咱是来讲故安尼。好，那今日故事差不多到这，吼，毋知影大家对即边的故事有啥物款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应该爱安那？应该爱甲阮支持，甲阮指导。支持你是要爱跋杯无？无啦，甲阮鼓励啦，甲阮支持啦。啊，有意见吼，嘛欢迎你留话。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ory 会使留话互阮吼。那你若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啦、Spotify 啦、Mixer Box 嘛，会使留下5粒星分数。啊，那互阮一寡鼓励啦，Facebook、Instagram 都会使查找即个亚特聊聊天，会使看到佫较济甲节目内容有关系补充，像咱拄仔讲到即个猪公肉的代志，我若有时间，我就可能会写伫顶悬，大家会使看即个有一寡趣味的物件，拢会写伫顶悬安尼。你若无好好去甲我拍分数，无好好去甲我留话，可能猪娘娘半暝去找你，我梦着互猪仔包围。好啦，就安尼，好，咱这集就到这，好，来感谢大家，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 Podcast 频道亚特聊聊天的主持人阿德。你今麦收听的是家人轻松广播电台 FM 96.9 Chillax Radio。咱做伙听故事，人欢喜，捌台湾学台语。我心让你看上世。